战争是人为的灾难，那尼泊尔即马是拄着天灾，因为当地是落大水雨，发生水崩山，已经知影有20个人无命。那伫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西北部是有大坝已经强要灭堪的，因为即马溪水串流，强要甲冲甲放去。但美洲的哥伦比亚是有庄头发生土石流，已经规个淹掉咧，已经知影有7个人失踪。土石流冲过的庄仔头，四界拢是对山顶冲落来的大石头和枯木，真侪厝拢已经毁损倒去，干那剩破壁石地尔。好运未过土石流的厝，嘛是规涂骹拢落过霉。当地的居民是无用得摒扫。哥伦比亚西北部安第亚吉亚省，因为大水雨是引起真侪水崩山，其中国伊贝内西亚市灾情是上惨重。En un principio pensamos que era algo temporal o algo que no amerita mucha importancia. Ya cuando nos procedíamos a salir a la vía principal, venir aquí al Santuario San José, entendimos la gravedad de la situación. 好在目前是无传出伤亡，但是同款有7个人是失踪。当地的省长是特别去现场来勘灾，嘛承诺会提供一切协助，让居民这礼拜6礼拜会当过了安心。镜头搁转去美国，明尼苏达州南部这条河，因为大水雨是造成河水是汹涌涌起来，地处这个有100年历史的大坝，即嘛是真危险。如果伫大坝边仔的一间厝，因为地基是互河水冲甲无去，一个就倒去落去河内面，互当地对方看的民众是感觉真惊吓。对事后的空气画面会当看到各凹各路的河水一直冲，河岸边同款有沙土是一直落落来。有关当局讲，目前正积极在监测大坝的状况，若是有必要，就会撤离下游的居民。另外，境内真侪山的尼泊尔，最近是同款因为大水雨引起土石流，过去2天都有11个人因为安尼无命，各有9个人互四那雷拍着死亡。官方数据显示讲，对6月13日来到雨季以来，尼泊尔全国有33个地区是传出147件相关事故，拢总是造成28个人无命。尼泊尔是因为地形真特殊，加上欠都市规划，真侪厝都起伫山坡顶悬，当年雨季一到，都一直传出灾情。今日加上反圣婴现象的冲击，官方估计6月到9月会有180万人受影响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